西貢區社區中心暑期活動已經推出，今年中心用最新嘅入簽同埋報名形式，都令到家長可以喺報名之前已經知道咩活動可以報，同埋唔使限時限刻嚟中心報名。如果你想優先報名暑期活動，就記得參加入簽階段啦。入簽階段喺4月10號早上9點半正式推出，參加者或者家長只需要上網填 Google Form 就可以㗎啦。當中記得要填寫準確嘅資料，因為所有資料咧都係俾我哋聯絡返你，同埋確認你嘅簽號所用嘅。而心儀活動你可以選擇最多10個興趣班同埋5個活動，你只需要喺當中填寫活動編號就可以㗎啦。如果你遞咗表，但係又想更改心儀活動，咁你只需要填過一份新嘅 Google Form， 我哋就會以你最後遞交嘅資料為準。而喺公佈抽籤結果之後，你都唔使太心急，因為真正知道你嘅心儀活動能否報名，都係要透過4月25號，中心就會發放一個報名清單，就會俾你知道抽籤結果㗎啦。而暑期活動優先報名日就喺4月25號至5月3號期間，參加者或者家長只需要喺呢段時間喺中心辦公嘅時間親身嚟到報名就可以㗎啦。以上就係我哋今年暑期活動報名重要嘅日子，而公開報名日就喺5月10號。如果到時候你就錯過咗之前嘅日子，就記得喺公開報名日過嚟報名啦。我哋仲有更加多嘅活動嚟緊會陸續推出，希望呢段短片都幫到各位家長同埋參加者可以順利報名我哋嘅暑期活動啦。如果有啲咩查詢，就可以跟以下嘅方式聯絡我哋。多謝各位。